我给你一辈子时间，你都伤不到老子一根汗毛。兄弟们，走了，给这个小杂志留点东西买棺材。让老子一根汗毛！小安童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也就在那天，世界变了，所有人都被卷入这场无尽的公路求生，身后是吞噬一切的灰雾，面前是未知的危险。为什么我的是滑板车呀？救命啊！我要回家，妈妈！我快不行了，谁能救救我？我什么都愿意做。Low power。这老头乐只剩1%的电量是什么鬼啊？他们都以为我得到的是一辆破房车，却不知道我觉醒了末日堡垒系统。3个月，我将这堆废铁升级成了一座移动堡垒，并且拓展了空间能力，实际空间比表面上大了5倍。接下来，杨安童，我要让你血债血偿。救命！救命！求求你救救我！叫吧，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喂，开破烂的，不想死就赶紧滚！这里是饿狼工会办事儿。饿狼工会，杨安童，真是大风雪秀逆徒。算你识相，再不滚，信不信老子把你的破车给你拆了？兄弟们，看见那宝贝了吗？要是把那玩意儿安在咱们的头车上，这片地界谁还敢跟我们叫板？说的是，这破房车根本不配有这么猛的家伙。车里的小子听见了没？识相的把车和炮都留下，老子今天心情好，可以饶你一条狗命。果然，在任何时代，自找死路的人都不会缺。妈的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上，把车给我卸了，记住别伤了那门炮。自寻死路。不行，这小子火力太猛了，兄弟们快撤！想死吗？带上我，求求你带上我！你杀了饿狼工会的人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知道他们的老巢在哪儿，我可以帮你避开他们。避开？我巴不得他们主动来找我，正好省得我一个个去找。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让开！我的车不介意多沾点血。别走！我是机械师，我是觉醒者。你的车，你的武器，我都能维修和改装。你说你是机械师觉醒者？是。在这末世，说谎的代价，你付不起。我再问最后一遍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证明给你看不就好了？
现在你信了？只要你能找到足够的材料，我可以把你的房车武装成一座移动要塞，饿狼公会那些人再也不敢来找你的麻烦。武装到牙齿，没那个必要。上车。这里是你的车里。欢迎来到我的末日堡垒，拿着喝。每次喝水都要一瓶盖一瓶盖子喝，可乐这种东西，连想都不敢想。赶紧去后面洗个澡，脏死了，别把我的车弄脏了。洗澡？在这个世道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让你去就去，里面有热水。我什么我？给你3分钟，立刻消失在我眼前。这才是活着。那个，我的衣服实在太脏了，就顺手洗了一下，所以就先借用你的一件衣服。知道了。你怎么了？你流鼻血了，快仰头！别过来！你千万别过来了！先到一边歇着去。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受不了了，再这么下去肯定会营养不良。没事了。你，饿狼公会为什么要追杀你？对不起，我已经3天没怎么吃东西了，他们一直在追我，我根本没机会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已经被他们抓走了。先吃东西。这是火锅？巨变后就没吃过了吧？别愣着了，快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有那么好吃，还能吃哭了？我已经很久没吃过热的东西了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吃不到了。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救了我。行了，别哭了。既然决定让你上车，以后就别歇来歇去的。以后叫我老板就行。是，老板。现在可以说说饿狼公会了，他们为什么非要杀了你？我原本也有自己的车队，我是队里的机械师。他们看上了你的技术。还有饿狼公会的少主杨浩，他不只想让我加入他们，还想占有我，而且他就在后面，火力比之前的小队强了不知几倍。如果杨浩敢露面，我并不介意把他永远留下。继续说，他把你们车队怎么？他们人多势众，我的队友为了保护我，全都牺牲了。我已经绝望了，以为自己死定了。老板，是你给了我第2次生命，从今以后，我苏清浅的命就是你的。老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把这辆房车改造成这个世界上最坚固、最厉害的移动堡垒。
是他们，然后他带人追上来了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啊！林辉，你这条丧家之犬命还真他妈的硬啊！我爸当时没杀你，没想到你居然还能活到现在。就开这么个垃圾玩意儿，末日前狗都不开的破烂。这样，你给我磕3个响头，本少爷今天心情好，可以赏你2个面包。你这个混蛋！别说了，交给我。梁浩，我总算找到你，找到我们？哈哈哈哈！你想干什么？朝我们复仇？就凭你开着这辆随时都要报废的破烂，谁给你的勇气啊？懒得跟你废话了，给我上！林辉，你猜在本少的火力下，你这辆破烂能撑几秒？哈哈哈哈哈！我猜，你打不破我的载具，反而会被我直接碾死。开着一辆破烂，靠着狗屎运活到现在，你真以为能碰瓷本少了？要不，你来试试？苏清浅，看在你还有点用处的份上，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，离开这个废物，跟着我。只要你把我伺候好了，以后做我的女人，我保证你在饿狼公快没人敢惹。但如果你不识好歹，哼，那就跟他一起下去陪葬吧。你自己选，是相信我能护你周全，还是觉得我会带你一起死？苏清浅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，如果你敢背叛，我不介意送你们一起上路。我选你，让我跟你们这群人渣垃圾同流合污，我苏清浅就算是死，也绝不可能。给脸不要脸的贱人，给我杀了他们，把他们全都轰成渣！不自量力的东西，还敢跟本少叫板，妄想复仇？去，看看还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没有，都给我扒出来！这怎么可能？我没死，连车都没坏。饿狼公会就这点水平吗？装神弄鬼，我就不信了！你这辆破烂能扛得住我们几轮轰炸？都他妈愣着干什么？给我继续开火，把所有炮弹都给我打光！老子要把它轰成渣！哈哈哈！等你死了，这车、这女人，还有你们所有的东西，就都是我的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到底是什么？我说过，我能做到的事情还有很多。选择跟着我，会是你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选择。房车，解除伪装，进入战斗模式。碾碎他们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一辆破房车怎么会？怪物！这是个怪物！快跑！开火！清浅，去把那些车上有用的零件和物资回收一下，动作快点。老板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把这辆房车变成那么恐怖的战争堡垒的？我说过，这个世界很大，
可是你不知道的还有很多。我刚刚杀了恶狼公会的少主，接下来肯定会受到他们不死不休的报复。而且我和恶狼公会也有血海深仇，如果你害怕的话，可以现在就选择离开。老板，我对恶狼公会的恨不比你的少，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，我保证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你，也是帮我向恶狼公会复仇。这手活儿比我想象中要稳，继续保持。这辆车以后交给你，别让我失望。放心吧，老板，我会让它变成真正的堡垒。看我没用，要么杀了他，要么被他吃掉。而且我需要的也从来不是一个工具，而是可以并肩作战的战友。不错，这就是真实的末世。记住这种感觉，只有敢杀人的机械师，才配留在我的车上。老板，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？升级，然后狩猎狼群。杨浩只能算是先收点利息，杨安童才是主要目标。但现在无论是房车还是我本身的战斗力都还远远不够，你和我都要变得更强。我还没有报仇，我绝不能死！打开个人面板，属性：力量15，速度15，反应15，体魄5，升级为15。杨安童，等着吧，下次见面的时候，定会变得更强。到时候我会亲手拧下你的脑袋，为我报仇。全服空告：第一阶段强制任务俯视型开启，任务要求：所有玩家需在120小时内抵达坐标俯视，并在市区内存活24小时。提示：超时未抵达者将被后方横速推进的灰雾彻底抹杀，生存点2000。120小时，我他妈骑的是自行车啊！据报是有500公里，这不就是要我的命吗？灰雾加速了，救命啊！我不想死！老婆，你在哪儿？快来接我！老板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们要开始逃命了。不是逃命，是进阶。5天时间，我有无限燃油，抵达不难。但只要进了俯视，杨安童和恶狼公会肯定不会放过我。所以在抵达之前，我们还要升级，变得更强，强到足以碾死整个恶狼公会才行。你的意思是？升级 LV4，升级需求：高强度钛合金300单位，精密电子零件50组。这些东西普通城市废墟没有。这里是唯一的选择。在抵达俯视之前，我要让这辆车变成真正的无法被摧毁的战争堡垒。动啊！你怎么动啊？灰雾就要过来了！给老子滚开！老板，我们要不要加入某个工会？我看他们人多势众，资源肯定多。人多，
人多就意味着消耗大，到了府市，最先崩溃的就是这些庞然大物。我有自己的优势，何必去给别人当炮灰？准备干活，拿完钛合金我们就走。又来了一头肥羊，而且还带着一个极品机械师。站住！这里已经被我们星光互助会接管了，想进场，交出一半物资当买路钱，或者立刻滚！我只要钛合金和电子机链，拿完就走，不想惹事。都退下！怎么跟客人说话呢？这位朋友，手下人不懂事，见谅。在下唐川，这片厂区暂时由我们清理。在这个世道，能开着这种房车行动的人，想必是顶级高手。朋友贵姓？林辉。林兄，失敬失敬。既然是为了材料而来，那就是我们的同道中人。大家都是求生者，互助才是根本。会长，那车不简单，看那些接口，这车里面肯定有大秘密。还有那个妞，那个女孩是个觉醒者，而且级别不低，看她指尖残留的能量，应该是极其罕见的机械系。那直接动手抢。糊涂，能一个人带着极品机械师活到现在，这姓林的肯定有底牌。强攻损失太大，仓库里那只3阶白刺正饿着，待会儿假意合作，引他们去开路。等白刺把他啃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再去收尸。车我要，人我也要。林兄，实不相瞒，航空配件存放在3号库，但那里盘踞着一群1阶和2阶的白刺异种，甚至可能有一只3阶的。我们人手折损严重，一直不敢深入。如果你愿意带头冲锋，我们互助会全员压阵，清理掉异种后，钛合金和元件你拿60%。如何？老板，这人眼睛一直盯着我，肯定没安好心。可以，合作愉快。你真相信他？他刚才看我的眼神像要把我吃了一样。这种伪君子我见多了，他想让我们去试探3阶异众的战力，他在后方坐收渔翁之利。那我们为什么还答应？既然他想当观众，那就让他先帮我们清理掉外面那些杂鱼白刺，减少我们的弹药消耗。等到了3号库，谁是炮灰还不一定。准备好临时防御加固，待会儿星光的人如果敢背后开枪，直接开启护盾。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。林兄，前方转角有动静，麻烦你的机炮火力压制。林兄，开火啊！我们要顶不住了。别急，我在计算他们的弱点，再坚持一会儿。姓林，既然不上当，那就只能请你进地狱了。会长救我！炮手这么多，再这样下去，人全得交代在这儿。姓林的，你的车不是牛逼吗？那就让你替我汇报这只大家伙。
这可是3阶雌性白刺，我看你拿什么当？等你们死光了，那辆车和那个极品机械师全都是我的。老板，不对劲，有个大家伙冲着我们过来了，他无视了那些星光的人。他过来了，我们要退后吗？坐稳，把安全带扣死。仇恨突然全部转移，唐川，你果然留了后手。既然你想谈，就让你看个够。这不可能，那是3阶白刺的全力一击，就算是助战坦克，也该被撞翻了。这车到底是什么材料做的？挠够了吗？该我了。启动25毫米链式机炮，全火力模式，锁定头部，开火！3阶一准，不过如此。怪物，这家伙是个不折不扣的怪物！跑，必须马上跑！算计了我还想走？这世界上没这么便宜的事。如此两地。给我陷下去吧，灵速泥沼！这是老子的保命绝招，只要进去了，就算你有再强的动力也……林大佬，林爷爷，我永远不是泰山，那是家伙之言，我都给你，所有的物资都给你，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，我也想活下去啊！当你把白刺引向我的时候，你就该想到这个结局。清空厂区，回收所有钛合金。他小的来了老的，这只的气息是雄性的。老板，我的能量下降了15%，他的攻击力太恐怖了。他的弱点在腋下和眼球，但他速度太快，
机炮这种覆盖武器根本锁不定。很强的精准度，居然能在那种移动速度下击中眼球。别发愣，他的后脑是盲区，配合我。这女人的射击专线绝对在level 5以上。这房车主人的反应速度也极快，竟然能预判我的落点。最后一击，交给你。去死吧！我要他的骨甲，剩下的材料归你。成交。这些材料足够升级 LV4。老板，发财了！这次咱们连房车的防空阵列都能升级了。柳溪，你怎么了？异兽病毒，那只雄性的毒性比雌性强了10倍。在公路求生初期，这种程度的病毒感染几乎等同于死刑，没有任何常规药物能抑制这种疯狂的细胞侵蚀。与其变成那种恶心的东西，不如现在就了断。不要，柳溪！在没战死之前，我不准你死。没用的，这种毒无药可解，别让我变成那种怪物，求你。这世上没有无药可解的东西，只有付不起代价的人。我可以救你，但我从来不救没用的人。从现在起，签下这份雇佣契约，你的命归我，你手中的枪也归我。作为交换，我会让你活下去，并活得比任何人都好。只要能活下去，这条命是你的。顶尖狙击手到手，这下远程最后一块拼图补齐了。柳溪，换上这套吧，你的作战服都是血，卫生间里有热水，你可以洗个澡。老板人冷心热，你别介意。谢谢。吃完东西休息一下，在这个车上不需要高傲和疏离，只需要听从命令和精准的子弹。老板，还满意吗？要不要等我洗干净了再给你好好看看？不用，我还要开车，你忙你的。好，那就等晚上再给老板看。哼，色鬼老板。那个目标能打吗？射击专精果然不俗，这种稳定性可以张任任何环境下的火力支援。以后，柳溪负责远程狙击和周边的警戒观测。如果有任何不明目标接近，你有权先斩后奏。明白，老板。苏清浅负责全车的机械喂饱和物资分配，保证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最强的动力。没问题。我负责正面强攻和决策。团队雏形已成，接下来该提升我自己的实力了。是。这点痛都受不了，拿什么去复仇？打开属性面板，体魄从15点暴涨到150点，
精神力从5点飙升到15点，10倍的跨越，这已经不是人类的范畴，是真正的超凡。这种爆发力、反应力和身体的抗击能力，即便脱离房车，也能在怪兽群中横冲直撞。现在的我，单手就能捏死刚才那只雄性白刺。老板，你刚才经历了什么？你现在的气场像一只活着的史前巨兽。变强的第一步而已，接下来该轮到房车了。开启储物舱，全员下车。系统开启 LV4 升级，确认消耗全部指定材料。这还是车吗？这根本就是一座会移动的城堡。这样的装甲和火力，就算是军队来了，也未必能挺得动。升级完成，载具等级提升至 LV4，获得额外进阶机会，随机抽取第4个金词条，抽取成功，恭喜获得金词条，无限合成。成了，这个资源短缺将永远成为历史。老板，虽然升级了，但我们消耗光了所有好料子。这些破铜烂铁想加工成合格的装甲，至少得半个月。无限合成启动，再次合成。这不科学，这简直是点石成金。无限燃油保证了永不枯竭的动力，永不磨损保证了车体的坚韧，空间折叠保证了海量的物资。现在又有了无限合成，跟着这样一个男人，我们不是在求生，我们是在统治这条公路。老板，以前我是为了活命而妥协。现在我柳溪发誓，只要我不死，没有任何子弹能威胁到这座堡垒。老板，我也是，我也要努力升级能力，绝不拖后腿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不再是公路上的逃难者。不用减速，撞过去。不是，我们来了。前面的大个子，给老子听着！这片地界归饿狼公会管，别以为弄个铁壳子就能横着走。识相的，把车里的物资和女人全留下来，老子心情好，还能给你们留条全尸。他们，就是他们。老公，你竟然还敢出现！老板，拦路的那几个人就是当初杀我队友、毁我车队的人，那个领头的叫王八子。我的人受了委屈不需要忍着。之前我跟你说过，只有敢杀人的机械师才配留在我的车上。现在这笔债，我们一分不少的讨回来。右侧那3个归我，剩下的交给你的机炮。杨安头，饿狼公会，从你们敢动我灵灰的东西开始，世上就没有你的容身之处。他妈的，这大家伙可真是个宝贝！老大，这车比我们之前抢的那些货色强100倍，里面肯定有好东西，说不定还有妞。这么好的车，里面的妞肯定也水灵。哈哈哈哈哈！说的对，等会儿把里面的人揪出来，男的宰了喂狗，女的兄弟们都有份儿。开火！队长，大家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没死，我遇到了真正的强者，我也变强了。内部联络器，看来这些杂鱼是出来打前站的巡逻兵。这里面应该有他们的实时坐标和人员部署。给我点时间，我能破解它。只要进了他们的频道，
我们就等于开了全图视野。以前是你们找我，现在轮到我去找你。这种加密算法很老旧，是现实世界中某大型安保公司的内部协议，只要重组拨路，就能避开他们的管理员权限。第3巡逻小队，听到请回答。王八子，你他妈掉进沟里了吗？收到了，赶紧报位置。老板，可以了，绿点是他们，红点是我们，我们可以实时监听他们所有的战术指令。以前我们处于明处，总是被动防御，不仅消耗物资，还时刻面临风险。现在该轮到我们进攻了。我们不需要和他们硬碰硬，饿狼工会人多，但分布很散。我们要从这些边缘小队开始，一点一点掐断他们的手脚，先吃掉他们的补给，再猎杀他们的堂主。我要让杨安童感觉到，这片公路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绞肉机，而他的人就是肉。我负责狙击手和驾驶员，只要车停下，剩下的交给你。我们这叫专业。下。这位兄弟，开着这么好的车，路过我们这小庙有何贵干？我们这儿可没多余的粮食。不抢你们粮食，我需要废铁生锈的零件，任何金属废料，1升燃油换100斤废铁。神了！这有比巨变前的航空机油还要带劲儿！兄弟，我这有3吨废钢粮，能换多少？我这儿有一堆报废的引擎盖，求求你给我换点油吧，我孩子快饿死了。只要东西够多，油管够，以后你负责帮我收集这方圆50公里的所有废旧金属，我给你抽一成。明白，大佬，从今天起，我老李就是您的买办。老板，我们要这些东西干什么？虽然你有合成能力，但这样大批量搜购油的成本是不是太高了？我拥有无限燃油词条，对我来说，油的成本是0，无限合成，启动。这些合金够我们把全车的装甲再加厚5厘米，还能给柳溪打造专属的合金弹头。只要有它在，这辆车就能无限进化下去。这已经不是求生了，这是在制造奇迹。老板，这种磁性大雷是我刚改装的，只要感应到大型载降的金属波动就会爆炸，威力足够炸断履带。目标：胡威小队，饿狼工会第3堂精锐，人手1件重型武器，记住，一个都不留。这只躲在暗处的小耗子肯定就在这附近。兄弟们，给我瞪大眼睛，谁先发现那辆房车，老子赏他一个女人！伏击！有伏击！别杀我！我知道老大的秘密，我可以饶你。清理完毕，收获燃油300升，2阶晶核5枚。杨安童，你的狗已经杀干净，下一场该你了。机械专精不仅是修理，更是重构。这些烂骨头，我也能让他们唱出戏来。老板，成了！我利用刚才搜集的声纹库，不仅模拟了他们的声音，还反推了他们的暗号逻辑。能实时切换吗？没问题，只要在这个处名上选定人物，你的声音经过这个模拟器传到对讲机那边，就是最纯正的自己人。骗术虽然低级，但对付那些自大的堂主足够了。总部收到，请回答。我是胡伟。胡伟，你小子死哪儿去了？为什么半天没报位置？堂主，出大事了！我们在西山转线发现了一处废弃的军方补给点，全是高强度合金和3阶能源模块。但是这里守着的怪物太强了，弟兄们死伤过半，我们被堵在山谷里了。军方补给点，你确定？千真万确，堂主，快来支援！
再晚了这些东西就要被灰雾盖住了。地址是一线天。鱼儿上钩了。雷达显示，目标车队共12辆车，预计2分钟后抵达。刘希，首发子弹留给赵海，别让他死得太快。我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的精英队是怎么没的。了解，1200米，风速3级，目标锁定。杨安童，这是我斩断你左膀右臂的第一步。胡威，你他妈在哪儿？老子进峡谷了，没看到你的人。胡威，回答我！所有人注意，有炸，掉头！附近有狙击手！别慌，他只有1个人，冲过去，冲过去就能活。胡伟，怎么敢阴我？我要杀了你！赵海，胡伟已经死了，下一个是你。别杀我！我有钱，我有金盒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杨安童的款，我一条一条审，他的一个一个宰。老板，缴获燃油500升，3阶金盒2枚，各类武器弹药若干，还有饿狼工会第3堂口的全部通讯记录和人员部署。老板，这里阴气也太重了，我们真的要进去找那个精密电子芯片吗？ LV5 的雷达模块需要更高级的处理核心，这种核心只有这种大型医院的地下实验室才有。安静的不正常，方圆1公里内竟然连一只游荡丧尸都没有。刘希，看到什么了吗？没有，热成像仪显示一片漆黑，这里没有任何生命迹象。没有怪物，说明这里有一个恐怖到让所有丧尸都不敢靠近的。你们听到了吗？那里面有东西在呼吸。那不是丧尸，他的动作太优雅了。所有人退回房车边缘，准备应战。外来者，你们吵醒了我的收藏品。他在解剖4阶怪物，不少。这种力量，这种对4阶怪物的绝对压制力，这个少女根本不是人类。离那个台子远点儿，否则我开枪了。刘希，狙击手太吵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安静的谈谈了吗？他还没吃饱，如果你乱动，我就把它送给你。清前，开启最高等级自动防御，击跑锁定那个怪物。收到，防御系统启动。
即使这样，在4阶暴君这种变态的体量面前 ，LV4的装甲也未必能扛住正面的一拳。到底想干什么？要杀我们就动手！杀人是最低级的处理方式。你的载具很有趣，他身上有我不理解的规则。不能硬拼，柳溪在对方手里，而且麻醉气体的效果还没过去。他在你心里很有价值吗？那我们可以做一个等价交换。说出你的条件。这座医院地下3层有一个实验室，里面有我需要的一件东西，但是那里设置了基因锁和自毁系统，我进不去。你的机械师能破解那里的系统，而你有足够的耐能力帮我压制底层的防御模块。这是军方未公开的侦察雷达核心，装上它，你的载具探测范围能增加5倍，甚至能捕捉到灰雾中的特殊波段。第二，作为合作的报酬，我会告诉你这场公路游戏的真正起源，以及灰雾后面到底藏着什么。如果能提前感知灰雾的动向，我就能永远快杨安童一步。但这个少女，她极有可能是这场游戏中的某种异变产物。老板，这交易太诱人了，但也太危险了。他能操控暴君，万一我们在地底下被他卖了，我怎么保证柳溪的安全？你可以把它放回你的车里，只要我拿到了想要的东西，他就会醒过来。林辉，我不需要你的忠诚，也不需要你的信仰，我的目标只有一个。在那下面的实验室里，有一块编号为 Project Zero 的实验数据硬盘，帮我拿到它。哼，我从不干赔本的买卖。一块硬盘，值得我带着团队深入这种鬼地方？除此之外，我不会向你索取任何东西，也不会干涉你的任何决策。在拿到硬盘之前，这间医院里的所有材料，你拥有优先分配权。确实是升级 Elf-5的必需物品。作为回报，我会协助你们对抗医院里的其他异种，还有那些正在公路上像苍蝇一样寻找你们的恶狼。我可以共享的生物感知，方圆3公里内，任何带有杀意的活体目标都无法逃过我的眼睛。这个少女本身就像一个活着的雷达，虽然危险，但如果能利用好，对付杨安童的胜算将增加3成。我会保护你的机械师和那个狙击手，这是我的诚意。临时合作可以，但有3个条件。第一，互不背叛。在协议存续期间，如果你或者你的怪物敢对我的车和人动一下歪主意，我会拉着整座医院。可以。第二，互不偷袭，不要试图在背后观察我的系统秘密，否则合作立刻终止。我对你的秘密不感兴趣，我只要我的硬盘。第三，目标完成后，我们各奔东西。后续是否继续合作，取决于那一刻我的心情。能交。清浅，把柳溪接回车里治疗，准备进入地下3层。是。老板，你疯了吗？你要跟那个怪物合作？是啊，老板，柳溪姐刚才可是被他瞬间弄晕的，他能徒手拆了4阶较劲，这种人怎么可能真心跟我们合作？万一他进了地底下，把我们关在实验室里怎么办？他根本不是人，他看我们的眼神就像看路边的碎石，这种人随时可能背刺我们，把我们卖给恶狼工会，换取更好的利益。我是个职业狙击手，我只相信我的子弹。那个林，他控制着那只暴君，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。如果我们在地底下拿到了那个什么实验硬盘，他绝对会为了杀人灭口而干掉我们。老板，我的机械专精告诉我，那个地下实验室的防御系统非常古怪，万一他在破解的时候故意留下陷阱，我们连跑都没地方跑。杨安童和恶狼工会虽然坏，但起码是人类。那个少女，我甚至怀疑她是灰雾派来的间谍。分析完了。第一，我们现在的雷达范围不足以发现杨安童，如果没有零的生物感知，我们现在已经成了恶狼工会的活靶子。第二，地下实验室有基因锁，苏清浅，你的能力可以强行突破，但需要时间，在这个时间差里，
谁来挡住地底下的其他怪物？靠你的扳手，还是柳溪那只在密闭空间施展不开的狙击枪？我不是相信他，我是相信我自己的实力能掌控局面。如果他被刺，我会第一时间引爆房车的备用能源。谁也别想逃。在这个世界，不冒险就是等死。协议已经签了，按原计划执行。现在全员备战，寻找实验硬盘。柳溪，你跟我下去，清浅留在上面接应。背后有什么东西干扰了我的控制频率？灵，这就是你的合作！闭嘴！他们被这里的自毁系统频率影响了，正在集体异化。柳溪，封锁右翼，灵，控住中央区域，别让他们合围。看来你也不是无敌的，配合的还凑合。走吧，刚才的波动说明我们离实验室的核心区很近了。姓林的，打了招牌还想躲进医院吃独食？林辉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我不仅要你的车，还要把你的女人一个一个当着你的面玩死，再把你剁成肉泥喂狗！赵海那个废物能死在你手里，因为他不够狠。在老子面前，那辆破房车就是个铁棺材。掷弹组，我把这栋破楼的门口炸平，我看他能在地底下躲多久。老板不好了！杨安童带着主力来了，起码有上百人，还有 LV5的重型车，我们被包围了。杨安童，这死也不选个好日子。警报！护盾能量下降至40%，外部装甲受损度正在持续上升。老板，对面火力太猛了，他们是在进行饱和攻击。启动过载模式。炸！给我狠狠的炸！我就喜欢听这美妙的声音。不被受敌，这是要绝了我的生命。既然你们想死，那就让你们死个够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的头！我的头好痛！滚开！别碰我！都给我稳住！那是幻觉！谁敢后退，老子毙了谁！该死的！那个银发的贱人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这种大范围的毒素压制，这根本不是普通玩家能有的手段。林辉，真以为老子输了吗？给我死！全都给我死！杨安童，这是最后的疯狂。清浅，过载模式冷却完毕了吗？完毕，动力系统120%运转，随时待命。刘希，给我钉死他的关节。只要他还在动，他就别想靠近房车10米。
机炮，自由射击。林辉、苏清浅，还有那个银发的小贱人，只要老子杨安童一天不死，我发誓，我会把你们所有人剥皮抽筋。我要让你们在腐市死无葬身之地。死仇，从你们杀我父母那天起，我们就没有和解的可能了。杨安童，下次见面，你连求饶的机会都不会有。找到了。为了这东西，死了这么多人。这不可能！等等，这些记录显示，这根本不是什么简单的病毒泄露，这是一种超大规模的进化筛选实验，而且是针对全人类的。所以，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被设计的。那些丧尸、那些变异兽，还有我们遇到的所有危险，都是实验的一部分。我的天哪，这些丧尸、白刺，竟然全是从实验室里跑出来的。原来，这不是天灾，而是人祸。所谓的逃离灰雾，只是为了让我们这些样本在高压下完成进化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就更要变强。我要亲手拆了那些把我们当小白鼠的混蛋。知道真相，并不是为了绝望，只要我们还在前进，这盘棋谁是棋手还不一定。清浅，分析这段频率。是侦察雷达芯片，而且是军方最顶级的反引核心。情报显示，这枚芯片藏在腐市废弃的第7基因研究所。有了它，战争堡垒的雷达探测范围不仅能覆盖方圆10公里，甚至能穿透浓厚的灰雾，提前预警那些隐形的异众或其他玩家的埋伏。LV5的房车升级还差最后一块拼图，只要拿到这枚芯片，房车就能彻底完成，向战争要塞的蜕变。下一站，腐市废弃研究所。那就走吧，看看那些做实验的混蛋还留了什么惊喜给我们。这些电路板上的电容和微型处理器全是宝贝啊！带着它，果然是末世里最正确的决定。老板，搞定了，所有的精密电子元件全部补齐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腐市研究所里的那枚核心芯片。老板，等到了服饰，我一定能亲手把这辆房车送进 LVV5。硬盘已经拿到了，按照协议，我们的合作其实已经可以结束了。
我这辆车上藏着很多秘密，多到足以让全服所有工会疯狂。你拥有操控4阶怪物的能力，如果你现在反水，配合饿狼工会的残物，确实有很大机会把我留在这里。我不喜欢杀戮，我只追求逻辑上的生存。背刺你，意味着我要独自面对接下来的灰雾和未知的异种，这不符合我的生存逻辑。动机、底线、忠诚度，在我的团队里，这些比子弹更重要。我需要确认，当我把后背交给狙击手，把动力交给机械师的时候，你会站在哪里？既然你守规矩，那我也守协议。从现在起，你是这辆车的特殊战力，只要不触碰底线，这辆车就是你的避风港。从现在起，我们是4人小队了，一起行动。4人小队成型，一个天才机械师，一个神级狙击手，一个疯子般的指挥官，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生物兵器。万能燃油剩余5000升，特种穿甲弹3000更发，机炮链条已全部更换。老板，医疗物资我们也从医院搬空了，抗生素够我们用到明年。防弹插片已经加固，我记微视角也让清浅调优了，现在就算是在高速行驶中，我也能保证800米内的首发命中率。这是我们进入腐市前的最后一次休整。记住，腐市不是医院，那里不仅有怪物，还有成千上万想吃掉我们的疯子。前方3公里有2阶地穴蛛聚落，数量12，建议右转避开，没必要浪费弹药。动力输出稳定，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了。那是霸天盟的直升机，还有铁血重工的装甲巡逻车。4大工会已经入创场了，他们把腐蚀当成了棋盘，所有的散人玩家都是他们的棋子。给老子滚开！腐蚀是老子的生路！老板，他们疯了，为了进城，连自己的队友都撞。我们没必要在这里浪费体力，让他们杀吧，杀得越凶，进城后的竞争对手就越少。秩序崩坏的时候，人比怪物更可怕。不惹麻烦，不抢资源，目标只有研究所。在这种时候，低调才是最高的生存技巧。林辉，林辉，我看到你了。没躲到侧翼，我就找不到了。在腐市，我有的是手段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盯死他们，不要打草惊蛇。等他们进了城区，等那几个工会动起手来，我们再给他们致命一击。不是，回来了。前方区域已被霸天盟接管，进入者需交纳30%物资作为管理费，且必须无条件接受收编，反抗者当场格杀。赵天霸，这就是你的底气吗？果然财大气粗。老板，我们要冲卡吗？他们的火力看起来好恐怖。冲卡是蠢人干的事。灵，能感觉到哪里有防御漏洞吗？那里有生物活动的痕迹，但没有机械波。
霸天盟的雷达覆盖不到那个死角。等他们分完赃，我可能已经拿到芯片了。欢迎来到文明的终点。如果不是遇到老板，我可能也是他们中的一员。这个世界不需要救世者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变强，不是为了扶贫。收集情报，确定研究所的换岗时间。全是女人，这在这片公路上倒是少见。因为他们的会长杨若兰认为，男人在这个世界上只配当资源，不配进他的工会。听起来，你对这儿很熟。我是从那里退出来的，当初看错了人，以为那是弱者的避风港，结果不过是另一座牢笼。老板，外围有12个自动感应哨塔，直接强冲会触发生物警报。那就按计划，清浅，干扰信号0，给他们准备点惊喜。调好吧，电磁干扰脉冲，全功率释放。去吧。第一枪送给曾经的教官。火力太猛了，根本找不到狙击手的位置。快去研究所深处找会长，只有杨会长能救我们。撵过去。哪来的杂碎，敢在蔷薇的地盘撒野！老板，我的无人机，这女人的车好快。我娘是谁呢？这种枪杆！柳溪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叛徒，不仅敢逃跑，竟然还敢带着男人来反咬一口！杨若阳，收起你那副虚伪的嘴脸吧。你说组建工会是为了帮女性，可实际上呢，
所有姐妹拼死搜集来的升级资源，就都被你一个人私吞去升级这辆废铁。闭嘴！我的员工轮不到你来叫我。柳溪现在是我的人，你想动他，先问问我这辆车答应不答应？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，原来也是个只会给男人做附庸的烂货。柳溪，我还真是看错了你，竟然找了个开这种破房车的货色当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连你这铁棺材一起埋了。大个子，空有火力打不中有什么用？在这公路上，速度才是真理，你就等死吧！老板，后侧防御降到60%了，这车太滑头了。速度确实是真理，但吨位是绝对真理。结束了。林慧、柳溪，你们给我等着！一仗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们清算的。回来报仇，只要输给我一次的人，就再也没资格成为我的对手。谢谢。我说过，只要你加入小队，你的命就是我的。我可不想还没到抚州就损失1员大将。老板，那帮女人留下了不少好东西，我刚才捡到了几个稀有电路板。别高兴得太早，里面的气息比外面恐怖10倍，那些异动在躁动。雷达显示，核心芯片就在地下2层的避难所，里面有很多实验失败的残次品，他们没有视力，但听觉极度灵感。不管里面有什么，既然来了，就没有空手回去的道理。清浅留守房车，开启全自动辅助火力，随时接应。是。柳溪、灵，跟我进去。这地方设计的初衷就不是为了让人活。典型的防御过当，看来当年的实验真的出了大乱子。小心，是地雷触发线，这些老旧的机关依然有电。如果不是跟着老板，单枪匹马进来，恐怕瞬间就会被这些陷阱和怪物撕碎。停！前方30米，3支2阶猎杀阵，他们躲在通风管里。左侧实验室有2名玩家留下的感应炸弹。柳溪，封锁通风口。我会干扰他们的感知频率。3、2、1，走！小心，前面有陷阱。到了，雷达芯片就在里面。
4阶，这防御力恐怕比刚才的暴君还要恐怖。这到底是什么怪胎？以后到这种程度？果然是研究所的底牌，这种防御，如果是普通工会来，恐怕1分钟都撑不住。既然普通手段不行，那就强攻。灵，控住他的关节，给柳溪制造机会。柳溪，盯着他的后颈连接式打，那里没有角质层。他的动作太快，我只能干扰他3秒。最后一道关卡，给我碎掉它！清姐，坐标 X92Y45，全火力覆盖。就是现在！只要你会流血，你就离死不远了。跪下！聚合新区，关键配件集齐，探测能力即将提升500%，解锁全图迷雾透视功能。老板，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老板，只要我们完成这次升级，这辆车就能进化成真正的陆地矿昂星。开始吧。徐辉，你以为老子真的跑了吗？我带了饿狼公会所有的精英此时回来了。研究所就是你们的坟墓。是杨安童，这疯子居然纠缠了这么多人。该来的总会来，那就连同旧账一起算干净。听见，终止升级引导，开启临时护盾，放出所有无人机，一定要拖住他们的第一波冲锋。明白，蜂群无人机群发射。灵，那些还没死透的异种，全部分配出去。他们已经饿很久了。给我冲！谁杀了林辉，老子赏他1万生存点！林辉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！杨安童，你早该在那家医院就死透了。老板，杨安童疯了，他这是在让手下送死，我们要不要先撤？撤？我的字典里没有撤退。他杀了我父母，夺了我的家产，这条血路必须用他的命来终结。老板，我支持，这种人渣不除，府市永无宁日。血债血偿。
撞上去，全员狂化，拉着他们一起下地狱！给我塌，全给老子塌！杨安童，既然你想看最后的风光，霸天盟，赵天霸，你这个杂碎，竟然敢在这个时候插手！给我打！不管是霸天盟还是林慧，全部杀光！老板，异种越来越多了，这些畜生疯了，他们在无差别攻击。这附近的生物频率已经彻底乱了，血腥味在不断吸引更高阶的怪物。老板，右贤装甲受损严重，霸天盟和饿狼的人都在往我们这边挤，异种也要冲进来了。火力太散了，我们夹在中间，两边都会攻击我们。必须突围，再待下去，弹药耗尽就是死路一条。全部安静。林慧，这是我最后的底牌，那就快点。没有撑住，只要30秒。材料集齐 ，L 边5终极升级程序开启，倒计时5、4、3、2、1。观测范围10公里，全图透视，电磁主炮，折叠空间扩大10倍。杨安童，看好了。扫清赵恩。
林辉，你有本事杀了我，但我叔叔不会放过你的。想跑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下车，你和我单对单。老板，你疯了吗？我们已经赢了，只要一炮就能杀了他，为什么要冒险？我也反对。杨安童已经狂化了，他现在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，没必要跟他讲什么公平。这是我的私仇，我等了3个月，不是为了看他在炮火里变成灰，我要亲手终结这一切。现在所有人回到你们的房间，我是命令。清浅，看好监控，如果我输了，你就开着车走，别回头。林辉，这是在自寻死路。杨安童，下车吧。你不是一直说我是废物，还是说没了那些死士，你连站在我面前的勇气都没有？好，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老板这是在拿命在赌，他一定要亲手摧毁杨安童的信心，他要把那个人渣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全部踩碎。林辉，你末日前就是个只会给老子舔鞋的废物，末日后你也一样，你这铁壳子能护你多久？去死吧！杨安童，你就这点本事？我在等电磁炮蓄能，你又在等什么？等死吗？杨安童，你杀我父母的时候想过这一天吗？那是方天的意思，我只是拿钱办事。杀了他！快开火杀了他！垂死挣扎。林辉，爷爷，我错了，我求你饶我一命，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。我知道方天所有的据点，我都告诉你。林辉，这只是个开始。哈哈哈哈哈！从今天起，这里是我们的基地。听说了吗？饿狼公会在不世的总部被端了，就一个人，1辆车。一个人？那可是饿狼公会，杨安童手下好几千号人。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团队。但那辆房车据说能变成一座移动堡垒，火力能把一条街夷为平地。老板，物资补给全满，雷达系统已经完全适配芯片，战损修复完成率100%，我们随时可以出发。灰雾在加速了，前面是迷雾之地。复仇只是开始，真正的真相还
还在迷雾后。